皇上，杨将军，今晨杨素去牢中巡查，发现九王的牢房中空无一人。经臣调查，疑似是臣的逆子杨延和他的狐朋狗友帮九王逃的狱。不过，臣已经派人速速抓捕九王和他的同伙。九哥，杨都去哪儿了？走，出去看看。九哥，那人放羊去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人要是倒起霉来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九哥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才使能转运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鹏鹏一面，也不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了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很失望吧。刺杀一事败露，齐胜是否也要对他动手呢？九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赶回圣都去见他了吗？我要在牢里不那么说，你能跟我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皇后娘娘，您恐怕是见不到了，因为她也来了北漠。他来北漠了？他来北漠干什么？是不是齐胜命人把他捉来的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救他。哎呀，九哥，你别再傻了。九哥，齐胜谎称自己中毒，张鹏鹏不顾艰辛来到北漠，就是为了给他送解药。他现在没准正在将军府里吃燕窝呢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像是爱上齐胜了。不行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。九哥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是送死。不如让我回到平宁城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做打算。好。恭喜赵王啊！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几座重镇，彰了我南下大军的士气。之前臣没有识得赵王的将才，是臣眼拙了。嗨，倒不是杨将军眼拙，怪只怪我平时太低调了，聪明才智太难被大家发现了，这还得感谢皇上对我的重用啊。二哥从小就偏爱习武，在兄弟几个人当中又是最通兵法的，只是一直被误解成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瞧我这肱二头肌，这多么的健壮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还有8块腹肌、人鱼线，我要不是今天穿的太厚了，
赵王如此之骁勇，朕接下来的部署也会对你委以重任。皇上，打仗就是越战越勇。我现在刚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存在的价值。皇上，您就请我用我吧。我军在平宁城休养生息也有些日子了，朕打算下一步命杨将军暗中带领大军攻破北漠都城上京，同时由赵王伏击各地救援上京的兵马，为杨将军扫除外围障碍。皇上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兵马派到外边去，平宁城无人驻守，要是万一……我们不了解鞑子的军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不能莽撞迎战。朕是想智取。哦，皇上，您用的是空城计呀！皇上英明，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啊！羊屎！新来的羊屎！九哥，你回来了。九哥，刚才我采了好大一坨羊屎，还是稀的。要我说，待在羊圈里算了，这里的羊粪简直就是奇门绝阵，任凭谁都进不来。你快别说笑了，都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先说你想听的吧，皇后娘娘果然在将军府里住着呢。可否有办法安排我与她见一面？现在将军府里重兵把守，虽说我有一身好本事，但是还是进不去。我曾经想过，刺杀计划也许会失败，但即使是失败了，大不了也就是一死。为了鹏鹏，我做这一切都值得。但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，怕他会变心。现在，他果然变了心。九哥，说句实在话，只要你活着，咱们就不是没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赢得了天下，就等于赢得了所有。我曾经还愚蠢地想过，即使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被我的真诚所打动。九哥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爹和我的哥哥们调集兵马出了平宁城，赵王那儿也在整装待发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齐胜攻于新界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宁马上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。哦，原来齐胜是在使计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彻底翻盘，才能夺回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齐胜会用空城计，我们也给他来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借刀？借谁的刀啊？齐胜的敌人，北漠的鞑子。九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可是通敌呀！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做，你不必牵扯进来。九哥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能找到马吗？马倒是没有，不过那边有一头可爱的毛驴。走吧，九哥。